本項目係新地建築部附屬公司怡輝建築負責喺西九龍高鐵站上蓋興建嘅大型商業發展項目，總建築樓面面積達391萬平方尺，地盤面積達30萬平方尺，包括5層高達60萬平方尺嘅商場，同埋2座分別24同埋19層嘅大樓。本項目石屎興建量達23萬立方米，玻璃單元大約9500件。跟住落嚟係怡輝團隊打造嘅特色同埋創新施工方案，為咗提升效率同埋減省燒焊工序，平台區使用咗400幾支預製工字鐵柱同埋100幾支圓鋼管鐵柱，而大樓區則使用1500支工字鐵柱。大樓採用預應力樓板設計，取消各樓層橫梁，增加樓層空間感。為咗減少燒焊工序，項目喺超過582米嘅海水製冷管道應用 DFMA 技術，當中安裝咗128件6米長嘅預製組件，藉此提升效率。除此之外，我哋首次引入轉窿機械人。施工前，團隊預先規劃及使用 BIM 輸出坐標數據，之後就可以操縱機械進行作業，再安裝相關機電設備，平均為2座大樓每層完成超過1500同埋900個轉窿。另外，大廈幕牆由知名建築事務所薩克夏迪設計，融合大量複雜幾何元素，採用單曲面玻璃同埋雙曲面鋁板，營造標誌性流線外觀。施工團隊嚴謹執行，以體現設計理念。另外，最大特色係位於天台，名為 Halo 嘅巨型鋼結構。項目團隊前期以 BIM 模型進行施工次序規劃，之後係工廠進行生產及預拼。Halo 將會運送到離地超過100米嘅屋面，分批進行安裝。為咗提高安全性，大部分工序都會喺屋面進行，以減少高空作業。工序包括鋼結構嘅拼裝、安裝並測試相關機電設備、安裝鋁框及雙曲式板。Halo 採用10個60噸鋼索千斤頂作吊運，並且由獨立結構工程師進行測試同埋檢查。成個 Halo 於1小時內成功吊升。喺團隊共同創造下，體現新輝人之間嘅連結、資源共享嘅方針，更展現出以心見家嘅精神。